第一，贵是彰化专路，念有贵路现有空子话。贵是将有事有专路，空子话。求无奈你是个有，夫专路食者先王以为东王主，请在当歇之中意。是下者之神也，可以发为念有话。夫子欲治我而神者，该不欲也。空子话。求就念有言话，定力就力，不能假止，规律不齐，典律不符，即将应用必相应。请你言各意，好气出有压，规约非有独中，是随一个有。念有话，金湖全如，故日金有弊，金不处，何世必为子孙忧？空子话，求君子之福，下话欲事，是必为之事，某也。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利患不敬，不患贫利患不安。盖今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轻。夫如是，故万人不好，即受问德以来之，既来之，即安之。今有无求也，相夫子，万人不好，你不能来也。当分平理性，你不能受也。你无动间各有帮类，我恐贵孙之忧，不在专如，是在小穷之类也。第二章，孔子话：天下有道，即礼乐成法，自天之出；天下无道，即礼乐成法，自诸侯之出。自诸侯出，盖是世兮不是义；自大夫出，我世兮不是义。背神一个命，三世兮不是义。天下有道，即正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即世人不义。第三章，孔子话：若是起公式，我世义；正大有大夫，事世义。故夫三桓之子孙比义。第四章，孔子话：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智，友良，友德文，益义；友辩辟，友成就，友辩论，顺义。第五章，孔子话：益者三拗，损者三拗。拗这个家，拗得人之善，拗得现有益义；拗骄乐，拗会有，拗厌乐，顺义。第六章，孔子话：是有君子有三天，言必吉之，是言为之特；
言吉之而不言，为之稳；利见干涉而言，为之过。第9章，孔子话：君主有3戒，孝之时，迄其未定戒之在先；吉吉壮也，迄其风光戒之在道；吉吉老也，迄其既衰戒之在地。第8章，孔子话：君主有3位。为天命，为在人，为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，而不为也；在人不圣人之言。第9章，孔子话：生利知之者上也，学利知之者次也。群利学之，有其处也；群利不学，民夫为下矣。第10章，孔子话：君主有9事，事事明，听事聪，识事温，貌事恭，言事忠。事事敬，义事文，训事难，见得事义。11章，孔子话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通。我见其人矣，我闻其故矣。闻故以求其直，行义以达其道。我闻其故矣，未见其人也。12章，世间讲有马千事，数之日，民不得而听言。辟以宿者，各有修养之下，民得有金，强之，行不以乎？也之以义，其事之为无。大将边抗本有撇胡话，故亦有以文学对话理也，想独立，立出的个庭话，学习和对话理也，不学习不一言，立退的学习。他日有独立，立出的个庭话，学习和对话理也，不学习不一立，立退的学习。文书之者，边抗退的戏话，文一第3，文思文理。以闻君主之王之主也。14章，当君之车，君卿之，或夫人，夫人自卿，或小党，
帮人请是挂官夫人，请诸一帮挂官小官，一帮人请是一挂官夫人。